誰是好朋友？我係博士豆，我最鍾意閱讀，可以喺書本入邊吸收知識。博士豆，你咁鍾意學習新知識，爸爸送一部平板電腦俾你，裏面已經預設咗學習程式，你要好好善用啊！多謝爸爸，我一定會用佢好好學習㗎。平板電腦入邊有電子書櫃，我可以隨時閱讀圖書，有學習影片，我可以跟住學成語，仲有益智遊戲，呢款遊戲可以訓練記憶力。自此以後，博士豆同平板電腦形影不離。平板電腦，你以後就係我嘅好朋友。博士豆，你攬得我太實啦！今日爸爸話有一座火山爆發，我要即刻睇下同火山相關嘅電子書同埋影片啊！係博士豆啊！博士豆，博士豆淨係掛住睇平板電腦，聽唔到我哋叫佢啊！幾日之後，博士豆，要唔要一齊玩啊？博士豆，我哋一齊玩捉迷藏啊！快啲過嚟啦，博士豆！我唔過嚟啦，平板電腦上面有太多知識，我想繼續學習啊！自從博士豆有咗平板電腦之後，佢就唔再同我哋玩啦。平板電腦變成咗佢嘅好朋友啊！博士豆唔需要我哋啦，我哋先至係佢嘅好朋友啊！第二日，博士豆，你最近花太多時間喺平板電腦上面啦，爸爸會設定佢嘅使用時間為每日1個鐘頭。吓，今日已經用咗1個鐘頭平板電腦啦，唔可以再用啦。我好似好耐都冇同跳跳豆佢哋玩啦。係跳跳豆佢哋啊！博士豆，你嚟搵我哋玩啊！我就知道，我哋先至係你嘅好朋友。快啲過嚟一齊玩啦！對唔住啊，我之前淨係顧住用平板電腦，冇同你哋一齊玩啊！